接下来看我们嘅专题报道，成年嘅同少年受到严重嘅身体也算精神苦痛，有人身安全风险疑虑嘅时节，也政府单位如果尽快紧急安置，以此导引能本地嘅家庭恢复正常功能，让本也成年嘅都转去。不过高风险家庭感觉讲过像个无按严重，如系沙公园天气去老去访问，或者因为安尼无法度有效保护成年嘅，应该用韩国出家嘅态度、韩国措施，帮高风险家庭嘅成年嘅得到韩国长期嘅照顾。之前到屏东有家长为到某本成年安走，这种铁链同脚踏紧有3年，但像今年上半年，有到媒体等出来嘅家庭问题，只有18个成年个性，系个不卡功能全问题，家长无法度好好照顾成年的时，社福单位就按样时来概念。譬如该就会讲，这个没办法带该我孩子，那就送到育幼院，含迄个寄养家庭，第3种都会讲，含带木下，唔过嘅社工人员要定期，莫得卡1礼拜去1届啊，吼，最长迄一整日1天要加木下。他发现年接到通报的苦痛数量只有28000件，就家父基金会统计，去年1年平均大概日继续安置的成年只有1525件，不过是得提供寄养的家庭仅达1100外件。虽然咱外有社福安置机构，不过太少少机构受到能力，无法透过提供安置的名额。安置机构显面无啦，政府连忙只用亲戚朋友退休的方式补贴生活收费来做替代方案，不过上面无一天完善。之前有一个成年，因为阿爸精神无问题，本人强制送去外妈屋卡，不过外妈认为讲生来的阿爸懂事去，所以限制本成年同阿爸接触，成为成年才帮阿爸去世。因为亲属安置有所谓的亲子关系，今天我是被要求安置的家属，可是施暴者如果是我哥哥，他会有一种亲戚的关系存在，这种状况都会再出事，因为施暴者很容易找到小孩子。其实福界对高风险家庭采取无相款的看法，家长因这各种原因，不管系免故意无照顾好成年，做下受害苦痛。高风险家庭的分类，但是系同本来介意关注的疏忽问题，成连做观察的对象。那系奉查社工人一下无注意到、无看到问题，恐怕是唔负保护成年。人身安全议题要怎么界定？如果你严格界定，当然那些留在外面的那个疏忽的个案，其实有一天他们也会变成严重的儿童个案进到我们的体系来，所以我们这个儿少保这个体系几乎是疲于奔命。所以整体上的评估，我们都会站在儿童的安全上面做最优先。好，只要是这个会影响到儿童安全的，我想我们的这个风险的评估门槛是相对会提高的。如果可以的，它的危机度降低了，它就可以到高风险。好，高风险这边的危机度升高了，它也可以到这个儿保。对岸呢，福界呼吁政府应该要改变心态，随之莫管拍摄不卡事情的态度，控态社工编辑，针对可能为本人苦痛的儿童家庭，建议辅导关注，将是在卡做到阻止危害的事情发生。客家新闻持续为大关注刘文辉特别报道。